講講聖經，我哋嚟到舊約聖經分享讀經感想同埋思想問題，希望你會喜歡聽，會訂閱同埋介紹俾家人朋友弟兄姊妹啦。歷代志下第13章，上一章最後講到羅波安嘅結局，佢死咗之後由兒子亞比亞繼位，當時係北國耶羅波安在位第18年。亞比亞登基喺耶路撒冷作王都只有3年，佢常與耶羅波安爭戰，即係內戰啦。本來係同一國嘅人，但係弟兄打弟兄，曾經神好明顯咁藉先知囑咐佢哋唔好咁做。打起上嚟，邊一邊會勢力強大啲呢？邊一邊會佔優勢啊？北方以色列有10個支派，而南方猶大就只得2個支派，係猶大同便雅憫。有一次，亞比亞率領40萬勇士擺陣，而耶羅波安就話：我唔怕你，我人多勢眾，可以出雙倍咁多人，就挑選勇士80萬對陣。亞比亞站喺以法蓮嘅西馬蓮山上，向耶羅波安同北國以色列人宣示，話神曾經立下永世之約，要將以色列國永遠賜俾大衛同佢嘅子孫。但係耶羅波安只係所羅門嘅僕人，卻起嚟背叛，聚集匪徒，攻擊幼弱嘅羅波安。而家又人多勢眾，又自製金牛犢作為神明，企圖反抗大衛子孫所治理嘅耶和華國度。亞比亞責備佢哋離棄神、驅逐神嘅祭司同利未人，又效法外族人嘅惡俗，為自己設立祭司，將祭司職位當作買賣，任何人帶嚟足夠嘅牛羊就可以自封為祭司。跟住亞比亞就用南國做對比，重申南國軍民都冇背棄神，都遵守神嘅吩咐，有神真正嘅祭司同利未人侍奉神，向神獻祭，各盡其職，辦聖殿嘅事。所以佢宣稱有神與佢哋同在，作統帥率領佢哋，又有神嘅祭司吹號爭戰，所以叫北國嘅以色列人唔好同祖先嘅神耶和華作對，係絕對唔會得勝嘅。聽完佢呢番動聽嘅演說，我哋係咪應該拍手掌啊？聽落佢應該係個好嘅王啊！但係亞比亞其實喺南國在位時間係其中一個比較短嘅王，佢又叫做亞比央。喺列王紀上第14章第15章，我哋就睇到佢多啲嘅事蹟啦。神俾佢嘅評語係佢行佢父親即係羅波安所行嘅一切惡啊。但係歷代志卻只係選擇記載佢曾經疾言厲色咁譴責耶羅波安，而且能夠靠神得勝嘅經歷。可能佢係差係行惡，但係耶羅波安比佢更加差，行嘅比佢更加惡。姑且勿論讚自己南國係咪正確，但係佢譴責耶羅波安同北國人民講嘅又係冇錯噶。亞比亞嘅譴責強調咗2點：第一，神與大衛之約係永遠嘅約，確實按住神嘅旨意同大衛之約，只有大衛嘅子孫只係以色列全國嘅合法統治者，所以北以色列嘅建國本身就係違背咗神嘅約，係悖逆嘅行為，而佢哋對抗猶大更加係唔正當嘅。第二，耶路撒冷嘅聖殿係神揀選立為佢名敬拜地方，祭司同利未子孫只係合法嘅聖職敬拜侍奉人，所以北國金牛犢嘅敬拜係唔潔淨。北國擅自立非利未嘅任何人當祭司，更加係違反神嘅命令啦。亞比亞對北國嘅譴責都同樣係今日信徒嘅提醒。第一，大衛之約係永遠嘅約，神應許嘅永遠君王只係一位，就係按肉身係大衛家譜裏面嘅主耶穌基督。唔接受主耶穌基督作生命嘅主，
就係抗拒基督嘅國度，就係悖逆神。第二，教會係神嘅殿，指嘅唔係一棟建築物，而係一齊誠心敬拜神嘅信徒。我哋都係神揀選嘅祭司，要誠誠實實信服神，用真誠嘅心敬拜神，唔好自己製造偶像，要遠離所有虛假嘅追求。咁當時嗰場戰爭邊個贏呢？記得耶羅波安有雙倍嘅精兵喎，所以更加容易調兵遣將啦。佢安排伏兵喺猶大人嘅後面，又喺猶大人嘅前面進攻。猶大人見前後都有敵兵，就呼求神，祭司亦都吹號啦。根據律法，吹號係為咗向神求救，用號吹出大聲，會喺耶和華神面前得蒙紀念，亦都蒙拯救脫離仇敵。號角聲又可以鼓舞軍隊嘅士氣，同威懾敵軍。猶大人吶喊，神就使北國敗喺亞比亞同猶大人嘅面前，被滅咗50萬精兵，又被攻取咗幾座城。第18節話，猶大人因為倚靠佢哋嘅祖先嘅神耶和華而大獲全勝。本來南北軍力懸殊，不過以色列倚靠人多又有軍事策略，用兩面夾攻嘅方式嚟攻擊猶大人。佢哋靠嘅係人數同人嘅才智，而南國猶大人靠嘅係耶和華佢哋列祖嘅神，所以得勝啦。神原意當然唔喜悅百姓內戰，但既然人要發起爭戰，神就唔再差遣先知勸阻，而係藉住北國嘅失敗，讓百姓睇到離棄神去追隨偶像同倚靠神呼求神嘅差別，讓回歸嘅百姓亦都讓我哋得到學習。當我哋遇到前後受敵嘅困境，要依靠乜嘢衝破難關呢？就好似猶大嘅軍隊喺進退兩難嘅危機，採取軍事行動之前，首先向神求救，依靠神得勝。我哋會唔會都一樣，先向神呼求，依靠神嘅權能，懇切禱告，祈求神帶領我哋排除困難呢？詩篇第34篇咁話：耶和華嘅眼目看顧義人，佢嘅耳朵聽佢哋嘅呼求。義人呼求耶和華聽見啦，就救佢哋脫離一切患難。耶和華靠近傷心嘅人，拯救靈性痛悔嘅人。義人多有苦難，但耶和華救佢脫離呢一切。我就特別喜歡第8節，話到你哋要嘗嘗主恩嘅滋味，就知道佢係美善，投靠佢嘅人有福啦。係啊，投靠神嘅人真係有福啦。呢場戰爭之後，神攻擊耶羅波安，使佢唔能夠再強盛，冇幾年之後就死咗啦。而亞比亞亦都可能唔係好長命，佢作王只有3年，但係妻妾成群，生咗22個兒子，16個女兒。總括嚟講，亞比亞係咪我哋一個好榜樣呢？你會唔會禱告話，求神俾我學似亞比亞一樣咁對你啦？佢係可以義正辭嚴咁譴責北國敬拜金牛犢，但係佢嘅心冇好似佢祖大衛嘅心，佢冇誠誠實實咁信服耶和華佢嘅神。喺神眼中，佢行嘅都係惡，所以佢標榜自己遵守耶和華我哋神嘅命令，都唔係誠誠實實嘅。不過歷代志所關注嘅唔係亞比亞嘅軟弱，而係要強調人要倚靠耶和華。第18節就係呢一章最重要嘅一句：猶大人因為倚靠佢哋祖先嘅神耶和華而大獲全勝，就係鼓勵我哋知道，就算人係有失敗，只要倚靠神就可以大獲全勝，因為勝利唔在於人有幾強，而係神自己親口應許，親手成就。歷代志下第13章，耶羅波安王執政第18年，
亞比亞登基做猶大王，喺耶路撒冷執政3年。佢母親叫米該亞，係基比亞人烏列嘅女兒。亞比亞同耶羅波安之間常有爭戰。有一次，亞比亞率領40萬精兵出戰，耶羅波安率領80萬精兵列陣迎戰。亞比亞站喺以法蓮山區嘅西馬蓮山上話：耶羅波安同全體以色列人啊，你哋聽我講，你哋唔知道以色列嘅神耶和華曾經立下永世之約，要將以色列國永遠賜俾大衛同佢嘅子孫咩？尼八嘅兒子耶羅波安本來係大衛嘅兒子所羅門嘅僕人，佢卻背叛咗佢嘅主人，召集一群無賴惡棍，與所羅門嘅兒子羅波安作對。嗰時羅波安年輕怯懦，無力抵抗。而家你哋仗住人多勢眾，又有耶羅波安製造嘅金牛犢作為你哋嘅神明，就企圖反抗大衛子孫所治理嘅耶和華嘅國度。你哋趕走咗做耶和華祭司嘅亞倫嘅後裔同利未人，效法外族人嘅惡俗，為自己設立祭司。任何人牽嚟一頭公牛犢同7隻公綿羊，就可以自封為假神嘅祭司。至於我哋，耶和華係我哋嘅神，我哋冇背棄佢。我哋有亞倫嘅後裔做祭司侍奉耶和華，亦都有利未人各盡其職。佢哋每日早晚向耶和華獻燔祭，燒芬芳嘅金燈台香，將供餅擺喺潔淨嘅桌子上，每晚點上嘅燈。我哋遵守我哋嘅神耶和華嘅吩咐，你哋卻背棄佢。神與我哋同在，佢率領我哋，佢嘅祭司就要吹響向你哋進攻嘅號角。以色列人啊，唔好與你哋祖先嘅神耶和華作對，因為你哋絕對唔會得勝。耶羅波安卻喺猶大人後面設伏兵，企圖前後夾攻佢哋。猶大人轉身，發現自己前後受敵，就呼求耶和華。祭司吹響號角，猶大人就吶喊。神使耶羅波安同以色列人敗喺亞比亞同猶大人面前。以色列人從猶大人面前逃跑，神將佢哋交喺猶大人手中。亞比亞同佢嘅軍隊大敗以色列人，殲滅咗佢哋50萬精兵。咁樣以色列人被擊敗，猶大人因為倚靠佢哋祖先嘅神耶和華而大獲全勝。亞比亞追趕耶羅波安，攻取咗伯特利、耶沙拿同以法拉音各城以及佢哋周圍嘅村莊。亞比亞在世之日，耶羅波安再冇恢復勢力。後來耶和華攻擊佢，佢就死咗啦。亞比亞卻日漸強大，佢有14個妻妾、22個兒子、16個女兒。亞比亞其餘嘅事同佢言行都記喺易多先知嘅史記上。我哋讀完經文啦，諗下我哋在世上環顧四周，真係可以依靠乜嘢呢？人定勝天，梗係靠自己啦。唉，人係善變嘅，自己都覺得自己靠唔住，更加唔可以依靠其他人啦。靠努力賺錢積蓄，恐怕經濟上落，我哋嘅血壓都跟住上上落落。靠份厚薪優職，只怕聽日老細召你入房。諗下神造地心吸力，點解呢？讓人要期待企得穩，唔會飄搖冇依靠。但係我哋要有智慧，企喺邊度先至夠穩陣，唔好企喺浮沙上。詩篇第40篇第2節話：佢從窩坑裏由淤泥中將我拉上嚟，使我嘅腳立喺磐石上，使我嘅腳步穩當。詩篇第62篇第6節又話：
唯獨佢係我嘅磐石，我嘅拯救，佢係我嘅高台，我必不動搖。呢兩節講嘅佢係邊一位呢？就係與我哋有永世之約嘅神。永世之約係一個事實，連冇誠誠實實信服神嘅亞比亞都知道呢個事實，曉得喺危難關頭宣告佢對永世之約嘅信心，所以坦誠呼求率領佢哋嘅神。於是猶大人因為倚靠佢哋祖先嘅神耶和華而大獲全勝。神嘅應許同信實係永不改變，藉主耶穌基督成就永世之約，係我哋永遠嘅君王，永遠堅固嘅倚靠。所以再問，我哋喺世上環顧四周，真係可以倚靠邊一位呢？你會點答啊？如果仲未識答嘅，咁就要從頭再聽呢一章啦。忠誠同信靠神係勝利嘅關鍵啊！願神祝福你。